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台师大女子脚球队防威胁抽火换学训的这个事件，要当地的探烧。教育部昨天下晡针对违反学术伦理的部分，分别罚这个研究的主持人陈中庆，也有教练周大英50万，而且要求台师大爱定心，罚款台师大110万。咱台师大是发声明回释的，强调管理有疏失。咱受害学生简其生回应讲，这不是重点，是开始。这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开始。关于教育部的回应，我这边想说，谢谢，终于开始了。对教育部点名回发对研究主持人、甲女卡队教练周大兴甲真济共同主持人各罚50万，佢要求台师大中心也罚台师大110万。受害学生简其生强调，已经等半年，等甲无法度搁等，才站出来讲话。根据昨天学校所发布的新闻稿，我们会据此来召开校园的霸凌审议委员会。尽速召开，针对于学校所提教评会做出的决议，我们会做最严格的审视。一旦涉及到不法或是不当，教育部我们就会退回学校重审。对各界批评，台师大发布声明，对受害同学家长甲所关心教育甲人权的社会大众，对上深的歉意。检方承认这摆代志是学校管理甲监督的失职，教评会会马上启动定事中心审议，搁伫2礼拜内依法赶紧完成相关的定处。学校会全力配合教育部各区系甲检察单位的调查，提供所需要资料。伫教评会中心审议过程当中，将教师法和涉案老师暂时停评的处置，避免甲有关学生的任何接触行为。针对涉案的教练周大英的处分，学生的面考表达不满，伊指出教部指派3个独立审议委员会建议改评2年内免搁评，不过最后台师大干了对教练这次1年内无尽心、无监课、无受重点、无行政、无出高点5项处分。请问这个是惩处吗？这只是说，今年不发给你年终3节，我把你的今年该有的福利收回。我们想问大家，本来说解聘加2年，大家都已经气到爆，说这样不够。那师大，你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另外，代表地检署前会周大兴疑涉强制侵占定罪，16下晡主动分函侦办，将周大兴电他治安被告。行政院长杜荣泰也真生气，要求教育部补救所负受害学生的权益，佮对教练甲计划主持人上严厉处理，以正校风。同时也要求卫福部追究计划主持人责任，佮支持北检赶紧进行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估计上紧伫咧今仔日就会变作是今年的第6号风台米帕。气象署讲，这粒风台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拜5至礼拜，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各地头拢会落雨。大人是风台季节，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已经出现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预估，过1-2天就会变作轻度风台，嘛是今年的第6号风台威帕。气象署表示，若准变作风台，预估拜5到礼拜会上划台湾，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也毋过未直接对台湾入来。未来的路径跟上午看法还是一样，还是会先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最后会从吕宋岛的北端陆地通过，然后进入到南海，然后再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这一带。拜5到礼拜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上大，拜5东部的雨势会大变大，西北部地区以西北雨为主。拜6礼拜南部会落阵雨，中部和北部会落西北雨。若东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下大水雨，提醒民众出门要注意。周6跟周日这2天的话，除了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持续之外，在南部地区也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目前来看，6日2天，中部以北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象署讲，后礼拜1准风台虽然会对中国去，不过后礼拜2到拜3，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湾天气无稳定，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拢侪云到好天，高温差不多32度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甲彰化可能会到36度以上。咱来看云图，早起中南部有的所在会落阵雨。
若过道各地都要注意，可能会熊熊上大雨，尤其是伫咧山区甲南部对流较旺，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甲暗内转吹偏东风，东半部会开始落雨沙啊。若温度方面，气象署针对双北甲彰化发布柑仔色高温的资讯，提醒乡亲天气是真烧热，尽量莫踮伫咧高温的环境，较袂着沙。这一届丹那市风台内，台南兰花的产业损失是超过20亿。业者讲，兰花为生长到开花到会当出货，需要2年的时间。即马兰花因为风台霜冻，计销按算会起2成。因业者嘛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或者国际性的产业会当量早恢复。丹那市风雨扫过南台湾已经1礼拜外，园区内的花干也是脆糊糊，连兰花材啊嘛性格密密茂茂，加上迄几天搁停电，地势湿度提悬，日头一出来，内底的花会生菌，甚至有的叶啊嘛会发乌烂去。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这业者估算损失超过20亿。园区理事长讲，这回对整个兰花业者造成真大打击。第一啦，就是川普的问题，迄个关税的问题，过来的风台的问题，过来汇率的问题，这拢是造成阮足大的一个压力。过来的现有大家正要复建的一个较大的压力。伊的时间足长，啊，伊的周转率较慢，所以讲伫阮的迄个库存的压力来，这就是阮的迄个资金链的压力，所以对阮来讲。会影响会较大。种兰花对材啊到开花出货，上无爱2冬的时间。那这个园区内多数拢是已经1冬半啊，风雨造成真大的损害，或者是业者心肝咧抵货。这阵因先赶紧抢救，搁会当的材啊好打，救偌济算偌济，这嘛连带影响整个供应链。并从业者表示，兰花是松树强在咧使用的，这摆采食品种嘛已经出现欠花现象。计销按算会起2成。我们现在为每间都很缺花，然后缺花完之后的话，变成说我们调花也困难，价钱呢会更是贵，变成说很多人在争着要抢着花。目前几乎现在市面上缺的都是缺色花，有颜色的花比较多，白色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基本花会种的比较多。另外，菜花市场这回白花损失嘛影响到日本的市场，因为日本50%以上拢是对咱台湾出去的。业者嘛讲，按算爱1冬半至2冬，兰花产业才会豆豆恢复。伊嘛希望政府通帮助咱界，无论是补助贷款，也是延长行钱的期限，通互咱界一个重新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即马风台过了后，中间的工课正需要人来斗骹手。劳动部即马启动临时工的申请，伫咧分家南核定超过1700个临时的工作机会，逐个月津贴上济是2万8，希望有人会当来斗3工，嘛互灾区的居民会当有第2个收入。问一下你的现在的居住地。就业服务中心的人，甲民众确定因的户籍一个大的所在。若是民众即马无头路，而且想要参加天灾重建工作，就让登记天灾临时工。家里也影响到，受损得很严重，所以我刚好看到网络上有报，这里可以申请短期的零工补助啊。所以我过来申请，没有在工作，那个树木也都倒了，要让它长出来也要一段时间的，所以闲闲呢，想说找个临时工。丹那市风台扫过了，分家南地区灾情严重，因为灾区即马人力无够，为着要协助灾后复原，劳动部联络地方政府甲所属的单位，协助整合提补人力的需求，让灾区失业者有短期的收入。劳动部已经启动了天灾零工协助措施。提供灾区失业者1725个短期的就业机会。云林地区我们有核给198个工作机会，工作津贴以每小时最低工资190元来核给，最高每个月会核发到28590元整。劳动部讲，只要民众失业或者是住伫咧灾区，或者是因为天灾造成失业无头路，伫8月初进前拢会让到就业服务中心登记。若经过核定，会介绍到适合的工作地点。实施期间是1个月，再来再去看灾后复原的情形，若有必要会让搁再延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丹那市风台造成14万5000块光电板害去，
立委认为讲，踩伫水面的光电棒唔免宽屏，并无合理。环境部讲年底会规个来检讨。来看自由时报，花莲寿丰乡有一间徛家，昨晖发生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针对消防员深开始找唔到所在，居民讲是因为在地门牌乱草草，几啊10年来拢无处理。即届导火这间徛家门牌顶悬是写平和村，不过实际上伊住址却是共和村。过来看联合报，农地违规起超商的现象是袂少，中央去年已经开始咧清查。已经少年煞有地主因为甲土地租予超商去互移送法办，而且嘛开始出现侪间超商收起来情形。继续来看，进前南北两党合作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永泰批评南北这是违宪嘛违法，行政院必须都要有作为。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爱赶紧编这普发的1万块的预算。也那高雄市长陈其迈伊是认为讲，都爱关税确定了后，才来协商。立法院伫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之下，三读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长杜永泰15讲，世界村的钱扣掉4100亿特别预算，敢若剩300多亿，根本无够2300亿。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违宪违法，行政院必须爱有作为。我把这个钱也花给人民，一人1万块，他可能买个冰箱、买个储物柜来保证自己的粮食。对国家来看，对人民是好的，但为国家的帮助确实是少。杜永泰强调，政府甘愿借钱救灾，不是借钱发钱予民众，也呼吁要互国民党甲民众党无机会乱心无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杜永泰甲总统赖清德讲白贼，无徛伫人民的角度思考，无拼经济，干那要拼政治。民众可以买很多的民生物资，补他生活之不足，而不是要听这些政府官员完全不站在民众的角度，在这边搞飞机，在这边说干话。那对于国家因应关税所这个带来的这冲击，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对国家最有利的方式？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还有待斟酌啦。但今麦是这期立法院无甲行政院先做整体经济评估就普发现金，不是好的方式，认为应该确定关税了后，再过来进行协商。日前朱立伦有说，这个如果罢免通过的话，就没有这个1万块可以给。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在进行买票，而且是公开的买票。林妙昌是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联手伫726进前通过普发现金，是公联的政治买票，抢救大罢免，呼吁民众认清国民党的计谋。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就要举行罢免的投票，自这起各地头拢会开始进行电视的说明会。伫咧花莲选委会立委鲍坤基甲罢免团体代表人双方是头一届对写。也那新竹市这回要罢免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有立委郑正谦，伫咧说明会因嘛甲罢免团体正面交锋。中国双方电影发甲正激烈，面对头一波726大罢免投票，昨日起各地陆续进行电视说明会，场内罢团带头人，甲面临罢免的国民党立委同款正面交手。我们财保法修正以后，花莲县每一年增加161亿元，更希望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只要是花莲的孩子，能够教育全面。为了政治利益，就可以跟妻子假离婚，同时又是炒股经济犯、内线交易前科，担任审核全国预算的立委角色，更是让人无法信任啊！带头人李美玲及鲍坤基制定违宪法案，无理煽动预算，甲亲中三大失职。鲍坤基是批评中央市政跳票，无顾华东人登去厝的安全，讲到极端所在连手帮都无设立摕电倒兵。伫新北，抱团帮员大三元即期南洋立委叶冠之对选民不忠，伊本人是提文件喷剑来反击。叶元之365天总共上了565次的通告，薪水可能比他的议员跟立委的本薪还要多。到底是立法委员还是脱口秀演员？我是国会评鉴优良立委，我的质询次数名列前茅。如果我都不去立法院开会，我怎么质询？即摆专台唯一立委市长上马的区域，新竹市抱团带头人直讲，地政欠甲高虹安2个人的贪污亲中争议，已经被传出有贪污的高虹安，也还是喜欢接受各种好处，吃相难看。带
赖先生引用了本人在立法委员任内的司法案件，用未定罪的案件，试图的要去扩大抹黑到所有的施政表现。传送的政府档案到中国国台办，台北地检署已经正式将郑正前委员列为被告。抹黑抹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提告了没有错，可是我们也提告了。地震强批评大罢免时，浪费公家的钱无正当性。洪定这个方案是讲到家己升级的政绩来还债，呼吁罢免机制无应该放滥用。中选会表示，新北路平在台中甲启神、杨庆英、甘宽刑。甲新竹县林书明等5个罢免案，地方选委会已经完成补件查对。中选会会伫18公布审定结果甲投票日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罢免投票的规定，伫咧投票的进前的10天内是禁止发布或者是引用民调，那违者上重会罚款200万。若是投票的迄一天拄等风台来，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讲，照法律的规定，有改日期甲改地点这2种办法会当来解决。请确认是否为空箱。日头一波罢免投票最后10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考察区公所726罢免案投开票规划，针对顶地网团即摆无投票通知单，也是用纸烧票规可能唱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严正澄清无可能。阮都有嘴讲甲无烂，在投票日前2天把公报跟投票通知单都要送到家府去，这是法定的责任。听不懂的，他永远都是听不懂啊！但是呢，适可而止啊，因为不要把百姓，把我们的老百姓都当作是盘子。至于纸票柜里面会唱票啊，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要组装开始投票之前，就要先公开的展示。根据选罢法规定，16起袂当散布、评论罢免民调，那无可能会加上相关200万的罚金。另外，调看各级抢救用词监视处罚李进勇强调，要依个案来审定。即便是具有这个民调的这个外观啊。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跟这个学理上所谓的这个民调有若干的差距，但是呢，在我们实务上就个案的认定，还是会认为它是有违反规定的。726迄伫全台高原市有5947个投开票所，以前国民党拢有监票部队，也毋过即摆真侪地方党部拢写几几做文书，做假联署官司。执法会主委柯慧金表示，今年也是会有监票职工。中国国民党还是会安排监票职工，就是外部监票来，至少一个投开票所会有2个人，就大概有12000人左右。也毋过7月当时风台过，中选会说明万一不幸拄到风台，有2种办法会当解决。第一是改期由地下市县市选委会报经中选会核准；第二是换所在投开票。只要地方选委会决定报经中选会比早就会当。希望能够顺利的来进行。上尾风台卖来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军事总部，造成3个人死亡，而且警告讲莫干涉德鲁氏族的事件。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国讲各方拢已经同意争取下会叙利亚暴力的冲突会当来收煞。目前叙利亚这边是希望会当化解这个局势，不过以色列是也无回应。记者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军事总部头前报道时阵，所发生连续爆炸。轰炸范围也有总统府附近，这是以色列对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所提出的警告，要求后境内德鲁士少数族群伫心中地带，使大卫省无受干扰。叙利亚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警员死亡，以色列是表示攻击是军事目标，美国华府是想要缓解局势。We are calling on the Syrian government to, in fact, withdraw their military in order to enable all sides to de-escalate and find a path forward. This was a misunderstanding. 叙利亚进前谴责这摆空袭是公然侵犯，想要激化紧张局势。后来佢表示欢迎相关协商努力。根据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叙利亚政府军来撤出威斯达省。美国表示，各方已经同意采取措施，争取今日暗时结束叙利亚暴力冲突。过去几日，以色列已经真侪摆对这省发动攻击。加拉德鲁士宗教领袖之贾布宣布，甲叙利亚政府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不过，另外一个声望更较悬的精神领袖西里吉国在接受，认为政府无诚意。去年12月，叙利亚阿塞德政权被推翻。
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叙利亚当局甲宗教也各族群等群来少数族裔，一直关系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差不多12万个多鲁士族裔，各伫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社群甲国家关系密切。公司新闻黄玲报道。继续来看美国、英国甲澳洲等19个国家，拢总投入35000人做伙办联合演习。人讲这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联合军演。而且目的是要吓惊中国。也那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有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见面。在会谈的时阵，澳洲就表达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甲澳洲展开3礼拜的护身军岛联合军演，这也是6年以来上大规模、项目上复杂的演习。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届计共有19个国家参与，动员超过35000名兵力。另外，今年演习也是头一届伫澳洲以外的所在举行，会扩大到巴布亚纽几内亚。除了传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展现真侪个厉害的武力整合，也头一届列入 AI、网络战加跨国实弹试射，会对规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局面产生真重大影响。Countries come because they want to both be experts with themselves, but like Australia, we recognise we're stronger when we're operating with partners. This is why we have 19 countries here partnering to make sure they're as capable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can be. 针对这届军演，外界暗示讲，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着吓惊中国伫太平洋的军事扩大，也为着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做准备。那中国的军事专家是表示，美军选伫澳洲试射飞弹，表面上看起来是华府有想要降低敏感度，以演习代替实战，但是实际上是加速中程飞弹伫西太地区的常态部署。那中国国防部也重新强调，美国举动会严重破坏区域的稳定甲和平，中国会坚心反制。另外，因为过去10年以来，中国甲澳洲的关系，无论是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还是地缘政治方面，拢是一直有冲突。最近，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到中国访问，也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拢表示会以对话做核心来深化双边的关系，但是艾班尼斯也当面向中国抗议中国海军伫澳洲的外海实弹演习，也搁再重新强调澳洲对台湾议题的立场，是支持即摆的状况，反对任何高一边改变两化现状的行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大方向。We ha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but we continue to engage in order to support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除了习近平，艾班尼斯也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李强表示，希望澳洲会当提供中国企业更加公平、开放、卖歧视的商业环境。都市新闻新路陪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东南亚每一年伫咧社群平台防诈骗的金额差不多是400亿个美金，等于是代表1兆1782亿。柬埔寨警方昨昏表示，因去搜查一间网络的诈骗中心，逮捕超过200个越南的公民。来看美国司法部今仔日表示，因查扣假币西果卖毒集团有关的假币货币，这假币货币价值超过1000万的美金，差不多代表2亿9441万，而且还有大量的芬坦尼甲其他的毒品。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会签署一项加强芬坦尼滥用的法案，若非法走私甲买卖者，上少会罚款10年。来看川普公布20多个贸易东坡新的关税税率，不过内底并无包括台湾。今仔日伊讲，所落来会宣布的协议，可能包括印度，嘛讲会直接寄关税通知，予其他超过150个无甲美国谈判的国家。镜头转来咱国内，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外界拢真关注。外交部强调讲，即马谈判也当伫进行。有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可能会变作是谈判的口子啊，会冲击到农民。也那经贸谈判办公室讲，会尽力来捍卫农民的权益。
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陆续宣布对真济国家实施的关税税率，也互外界关心在美的谈判进度。媒体问到台湾的对顶关税敢有可能关过32%，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安尼回应：我们都不确定啊，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的国家在谈判结束之后就能够知道具体的一个汇率。那我只能够说是说双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诚意，那么大家这个沟通，然后还持续在进行之中。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可能会变作谈判倒定的条件。政府在协商过程中，敢会安尼让步妥协，冲击受害可能都是在一线基层农民的生活。基因改造食品的进入，第二个，针对美国的猪肉跟牛肉，不用再标示。第三个，农产品上面，尤其对于我们台湾养猪业者，可以说非常多，是否会对美国提出零关税？我们很清楚台湾的产业利益所在，所以我想我们会坚持。立法院外委会邀请相关部会报告关税谈判进度甲有期成果。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目前也在谈判，虽然对伊量身严格，时机无适合，那将相关保密协定添伫日头卡。会个红保护，受害也是台湾产业。就你了解，如果8月1号到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川普总统所谓的10到20% 是针对现在原本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拿到10% 的这些国家，他要一并的提高到15到20%。那但是台湾是属于原本有个别对等关税的国家。台面后一摆实体谈判时间也来协商，经贸谈判办公室强调，争取8月7日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虽然对各国送出信函，也毋过因为谈判咧进行，即马通知的税率，并无等于是各国上尾的税率。信函的主要目的是咧增加各国甲美国谈判的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汉光41号的演习，昨天是第8天，陆军模拟 CM11战车受损，赶紧派人来修理。也那陆军234旅伫咧台中出动分百架车等等的兵力，要来阻挡解放军入来市区。另外，伫咧台北的松山机场是演练反机港的作战，要来阻挡中国攻击首都圈。半暝啊，松山机场无兵前，国军防范强军半暝啊利用直升机编队进行突击登陆，三军部队结合航警局执行反机港作战，运用烟雾加备空港场阻碍强军登陆。陆军官兵提出，会当早点行的起降飞弹锁定直升机，锁落战车、轮车火炮当日出，用火力接备进犯敌军。汉光41号演习第8日创新防御作战，国军唔但演练首都保卫战，中部也爱防止强军进犯。嘉南海堡是强军上可能登陆的红色海堡，城镇战是重点演练科目。陆军234旅出动分百架车，用火箭车赶去战术位置，也建构多战处的组织设施，运用地形优势布阵，向强军落力挥棒寒战。这周边的区域构筑了逐次防御的阵地，也预化了一个歼敌的区域，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想的阵地，来进行集火射击。另外，公司新闻独家掌握，这摆汉光演习有新战略交易，一台外观亲像鱼骨天线的车辆出现桃园，是中科院的新型电战干扰车，去年完成验证。今年由陆军500旅成军，头一摆加入汉光演习，对干扰中共无人机有帮助。发出就是相对应的频率，干扰这无人机的控制，乃至于就是可以整合其他的 ESM， 也就是电站资源系统，干扰敌方的这个船舰或者是它的征收的平台，比如说它船上的雷达。另外，花莲演练要港防卫甲战略物资专业，由海军属海军男搬做上阵角色，再份战略物资为持久作战做准备。另外，国军模拟甲强军交战 ，CM11战车出现战损 ，M88A19战车出动进行野战抢修。汉光演习正值暑假期间国军在校园进行相关的操演，获得校方大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近距离看见国军守护家园。演习期间，国军在江庙校园敦煌补给路径，那战车受损，会当后替战场第2线抢修了后，紧紧重返战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配合汉光41号的演习，昨天南部有做防空的演习，不过台南因为风台救灾，所以取消。也那高雄屏东时间一个到警报声就水淡，警方随引导车路的民众去避难。2点警报解除了后，嘛随进行赈灾抢救相关的演练，希望用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可能发生的状况。
那今仔日是宜兰、嘉南、双北、桃园、甲新竹要来演练，时间同款是1:30至2点，提醒民众都要配合避难甲疏散。航空警报声开始弹，高雄中山路的人甲车随照指示，就近入去百货公司，也是捷运车头内底避难。店家也随将铁门牵落来，对捷运美丽岛站附近的大楼看落去，规个市区车路拢已经净空。啊，若进入地下室避难的民众嘛，遵照指示做出保护姿势。你觉得紧急的避难标示相关路线做得怎么样？不错啊，有人在带耶。拄到紧急状况，开放地下室互民众避难。急救箱、食室、饮水所有物件准备真齐全。2点警报解除了后，第10全各项嘛进行战争灾害的抢救演练，包括伤病患的救治、灾民的收容照顾等等。无论是医疗、生活物资，也是食室、饮水的供应，市府表示，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配合，面对各种状况来加强演练，做过充足的准备。每一个演练其实都有它的必要性哦，不管是公共场所的怎么样的收容民众。或者是像这样子，我们怎么样设置安心站，甚至怎么样去服务我们的市民？他持续保持防灾赈灾的意识，因为每一位市民、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组织，都是串起我们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可以看到一名重伤伤患，他仍有些许微弱意识，但目前倒地不起。屏东县这摆也同齐做演习，除了防空避难，嘛有针对战争遭受空袭、发生火灾抢救甲相关的救护来做演练，确保若是有灾害，会当互需要的人即时得到协助。头摆结合汉光演习做伙办的城镇润成演习，台南因为风台救灾取消，高雄甲屏东的演习原本无传出违规状况。记者柯亚如柯明哲、柯昭雄，高雄屏东综合报道。我来看2025年金门下楣收水的活动，原底7月2日要来举办，不过金门县府煞是讲无要办啊。因讲原因是因为中央无核准中国的人员用专案入境，所以这个活动即马确定取消啊。喇叭摆落去100位收水的选手做伙冲向大海，这个画面真壮观。但年金夏泳道拢会吸引超过200位中国选手甲教练去金门挑战这个海口，是金门当年重要的活动。不过原底7月2日要办的2025年第13届的金夏泳道，金门县府昨日宣布无法度办。今年是由这个陆方主办啊，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负责协助接待。那重点的话，是因为它是从海上入境，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入境的这一个许可，必须由中央来发给。那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一个入境的许可。县府水平按照规定，中国甲人员专案入境需要向教育部体育署提出申请。县府分别伫5月28、6月20函送审查。不过，这个案无得到核准，也是驳回，无法度完成证件申办的作业，所以受水的选手也无得到专案入境的许可，影响大约200名的选手甲9万8位的行政人员。我们都希望是可以用体育的交流促进正向互动啦，经由我们的努力。可能会让这一个活动它的一个样貌更有不一样的一个展现。县府的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日暗时海泳之夜，27个海上长泳行程，拢无讲到金夏泳道的活动。不过县府也强调，7月27举行的金门海上长泳活动，体育署已经批准金门县体育会申请。允准部分中国人士以专案入境的方式参与，未来若有新增加申请案，也会送去教育部审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伫咧宜兰的国际动员节，即马爆出有偷看的事件。有一个查某民众讲，伊带囡仔去浴缸啊洗分数，却常常有一个查甫人怎开门撞入来，伊甲园区反映无结果，嘛无甲因斗报案。县府讲相关监视器的画面已经有保存落来，咱浴缸啊嘛会加强标示甲巡逻。伫咧宜兰动员节即间查某的洗身躯间的喇叭锁，虽然有刺路锁起来，不过门也是一刹就开开。县政府伫咧门顶有打各种的牌遐，不过即间洗身躯间最近发生一件敢若是偷看的案件，有一位女性带囡仔门锁起来伫内面洗，所以不捌的查甫人甲门开开。如果他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仔细看，确实会很容易就
就传进去了，就也不能避免吧，就可能保护好自己，但还是会担心的。民众讲，洗身躯境的现场表示无啥清楚，真容易行唔到。为咗游客知影这个消息，对园区的安全真担心。警方今仔日16到现场加装巡逻箱，加强当地的巡逻。当事人讲，代志发生了，有向园方反映，不过工作人员只跟他讲会去看卖的，尾就无结果，也无协助报案，所以把代志抛上网，希望卖过后这位受害者。那当日的相关的影片我们也已经留存哈。那在警方这边，我们也配合相关的一个影片提供哈。县政府讲，案件的监视画面都有留来提供给警方。因那洗身躯境现场会加强男女的标识，园方人员甲警方都会增加巡逻的频率。所谓洗身躯境换衫的所在的门锁，拢会伫咧门内边加一个绳啊，避免过发生这种代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伫高雄一间连锁西油机的诊所，去护理师指控讲，唔拿到报价报较低，长期搁爱因超时加班，搁乌白甲因扣加班费，互因实在是记载袂掉，怎来辞职？10多早起，这受害者去诊所外口抗议，劳工局讲有接到因的申诉，目前正在调查，因那诊所是否认这个指控。一阵护理相关工会成员偷跑被爆掉手提牌夹，大声发出对诊所恶习做法的不满。护理师指控，三明区这间西药剂诊所长期不相近，用工时银行的概念，病人若少就叫伊先休困，下班时间到啊，人若坐就爱继续上班，上无到8点钟爱用假来补，超过8点钟累积起来加班，无超过迄个月总工时就无算加班费。恶习的做法，和护理师挡袂掉，只好辞职。想要到诊所，阁唔放伊煞。我的同事他们都有去把那个副食宿的钱还回去给公司，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所以都还是有私下去找会计把这些钱结掉。对，然后像我跟这次的受害者另外一位同事，就是不愿意把钱交出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告你。在员工要离职的时候，还被雇主注记说这个人没有还违约金，所以他会让他的未来求职之路受到影响。受害护理师讲，诊所内面大约有30名员工，陆陆续续有人辞职，因为诊所会提告，所以有真侪人拢是选择还钱。伊一摆跳出来控诉，就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认真看待护理师所遭受到的不当对待。对此，劳工局表示，案件已经受理，目前已经伫咧调查当中。现在就初步检查所生工时、工资以及加班费等相关疑义，依行政程序函请事业单位陈述说明中。后续如确认有违反劳基法的事实，将分别依法裁处2万至100万元的罚锾。针对护理师的指控，诊所早起是将铁门救落来，公告休诊，打电话也无人接，只有伫玻璃顶悬打2张护理师的薪水条，甲一张简单的说明，讲因的做法是变形工时，唔是工时银行。关于薪水的部分，拢有照起工法，无乌白扣钱。记者郭家如用高永昌报道。伫新北土城，进前有已经申请保护令的太太甲伊仔，却是去互红晒台视，嘛互大家关注保护令的制度敢是有空芳。有立委认为讲，这个案合法保护令的听书是无问题，不过外界质疑讲，检方无甲这个加害者申请羁押，这羁押的标准应该检讨。新北土城顶日发生有家暴前科的查甫人违反保护令互掠，检方无保撤回了后，所杀害家后甲伊仔，引起社会质疑保护令制度敢有空芳，立委质疑家暴案当日相关单位敢有尽力预防，也是要互社会安全网一直空芳。为什么案件数每年不断持续的升高？是这个社会变得更暴力了吗？还是家暴防治法在卫福部主管的范围之内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是的，应该要了解原因。好啊，你彻底来解。你什么时候要了解原因？好，需要多久了解原因？我们1个月好不好？1个月好，没问题。有立委认为，专案保护令的合法定定数拢无问题，也不过检方宣布成案，是迄当时无充足的证明资料参考。检察官爱伫短时间内判定敢是成案，其实有难度。是不是法务部跟警政署这边沟通好，要特别提醒他一定要去问这个被害人。被告有没有长期对他有虐待？因为申请保护令今天可能是第一次，但前面可能已经照3餐打了20年了。希望把这些的相关的资讯给检察官做一个申请羁押的一个参，所以可以嘛？重要的，好，可以嘛？对不对？
对保护性社工人数不足寡1/3，立委要求卫福部赶紧改善。卫福部甲发布部强调，针对土城命案，会做全面性的机制盘点，针对包括了解家庭背景、个人身心状况等，提供更较侪资讯，予检察官申请羁押时有所依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1年，高雄社中城大楼的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旧大楼消防的安全嘛受到大家重视。今嘛新德市大兴全国要来补助旧大楼安消防设备，30年以上的大楼会当免费来装这警报系统、广播系统，还有防火门甲灭火器。旧大楼常常因为旧年无人管理维护消防安全相关的设备，早就已经歹去啊。但是着火烧，就会造成严重伤害。为着要改善旧大楼的消防设备，新德市府今年按算，予已经上无30年历史、管6楼以上的旧大楼，通免费换消防设备，相关补助50万。消防设备如果不完善、不齐全，也没有更新的情况下，其实对任何住户来讲，应该都是会胆战心惊。那因为我们人住在里面嘛，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没有事前或者是没有事前的一些预警啊，那当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补助系统性的一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跟广播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设备的一个诱因，来让我们老旧社区大楼，因为他们经费的一个不足，来让我们政府投入部分的预算，来改善整个老旧大楼的一个消防设备。只有指出，一般大楼消防设备要换新，通常爱开真侪钱，旧的社区要装经费真困难。希望透过补助方案，让民众的消防安全有保障。我们全市目前统计起来有497栋需要来去做相关汰换升级的老旧大楼。那目前我有请都发处定期回报，现阶段有100栋是比较在初期阶段需要这个优先来去处理汰换的部分。不过，市府表示，这大楼符合资格，拢会当由管委会提出申请，希望透过免费补助来提高民众改善的意愿，全面提升民众骑驾的安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我来看文化部伫咧今年推出为台湾关系世界博览会交流的计划，这届嘛甲台湾民间的品牌合作，要伫咧日本举办4天的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要甲咱台湾的工艺、关注边的文化甲好食物，展示互大家了解，要来拼行销台湾。无论是梅啊、红啊，甚至是环保袋啊，拢会当看到台湾的元素。这还毋若是台湾设计、台湾制造，佮要含咱的文化国家队做伙去日本办的世界博览会。文化部今年特别和民间团体做伙合作，用台日亲风做主题，甲台湾传统的食食文化，亲像大饼、卤肉饭、水果米露，还有在地文创商品含关注民文化。总共100个台湾在地品牌，要到日本办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台湾被看到的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大家都已经看到的科技啊，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还有各种生态，其中我觉得最近一直被看到就是文化。文化部长表示，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特别甲活动对2天延长到4天，要让日本民众会使深度体验台湾的文化。另外，外交部表示，台日合作的文化外交已经在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届活动若要让国际感受台湾文化的魅力，嘛要让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文化的力量能够跨越语言跟国界，那么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多元、开放以及独特的魅力。文化外交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展现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关键。外交部指出，这摆台湾去参加世界博览会，唔但通增加台日的文化交流，嘛展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另外，文化部嘛希望透过这届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嘛通提升台湾品牌伫国际的能见度。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咱国内由视障者组成的黑米视障人声乐团，伊去欧洲参加国际现代阿卡贝拉比赛，是决赛队伍内底唯一一个亚洲的团体。这一届摕到金牌好成绩。而且伫咧比赛时阵，伊是专工穿去年参加双十大会表演的服装，代表咱台湾来出战。优美的歌声情感丰富，阁有查甫声加入，经典歌曲橄榄树轻轻啊唱，都真感动人。
个人生命经验唱入这首《蝶恋花》，声调语气的转拗，句句动人心弦。成功突破语言的差别，全场拢同感。啊，若轻快曲风当然嘛无问题。连续5首作品为古典诗词唱到国际流行，伫舞台表演的就是台湾虾米视障人声乐团，参战奥地利第22届 Vocototo 国际现代阿卡贝拉比赛，毋但是亚洲唯一晋级无差电组决赛的团队，嘛打败奥地利、德国、芬兰等地的欧洲乐团，为7个队伍当中比赢，摕到金牌。欧洲的这些团队，他们还是表现出非常多的肢体的动作啊，大动作。那这个是我们虾米所没有办法去做比拟的。那还好呢，最后主办单位真正在看，还是在于他的声音。国内这个乐团团员拢是视障者，去年双十大会穿代表台湾的服装。捌上台献唱，即马佫以同款的装扮参加国际赛，得到金牌，创下台湾的纪录，嘛互世界看到台湾。我们准备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而且我们要出发前2天唱的每一句唱词呢，他们都重新把它每一个都去调到每一个人的声音应该要什么样子。乐团一路行来无简单，克服视觉障碍，掌握准确的音准，迎合团员的声音。比赛前佫一直调整，才有这个成绩。尽管因看无，也是用歌声分享上先困的情感，扭转大家一心。记者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要带大家来看柬埔寨内战结束到今已经要30年啊。不过，伫咧小战的时间，涂骹有真侪地雷，对民众的性命是真大威胁。有参与排除地雷的组织，因发现特别是为非洲来的大只鸟鼠，有影是好骗师，真紧就会当找到地雷甲微波弹，这对因清除地雷是真有帮助。伫这片草坡顶，排队人员看有训练过体型大只鸟鼠，详细找可能藏伫涂骹，也是草坡内各种地雷。这阵排队人员属有非政府机构人员杀伤雷排除组织，荷兰文简称叫做阿婆婆。柬埔寨经历1960年代至1998年2届内战，也有中央的赤柬恐怖统治，除了人民死伤失踪真济，全国真济所在也阁藏几落百万粒地雷，也甲微波弹，是地雷污染上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包括政府的柬埔寨排雷行动中心在内，也有几落的官方甲非政府组织共同为排除地雷的努力。除了金属探测器这的器材，动物嘛是排雷人员的好友伴，其中佫以狗仔，也有非洲大鸟鼠上互人肯定。គឺខ្ញុំជឿទុកចិត្តលើកដុលដោយសារ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យូរដែរហើយតាំងពីខ្ញុំធ្វើការមួយកដុលមកគឺកដុលតែងតែរកឃើញរហូតគឺមិនរំលងមានអញ្ចឹងណា Dogs and rats they are better compared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they are trainable. They have high capacity of sense in terms of detection. 非洲大鸟鼠敢比亚这个上济，体型比一般鸟鼠大真济，包括身躯甲尾上长有90公分。因为非洲大鸟鼠找到地雷的效果真好，多年来也阁出现几落只明星大鸟鼠，像讲叫马加瓦的非洲大鸟鼠，服务期间找到71粒地雷，阁加28粒微波弹，也阁伫退役进前协办排雷英雄金一奖奖。2022年过身的马加瓦，伊的纪录伫2025年互拍破。一只叫罗琳，目前找到的地雷国家微波弹拢总124粒，而且也持续伫增加。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也有这3天的气象。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